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周三加入了针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不断扩大的外交抵制行动，理由是中国的人权记录令人担忧。美国周一宣布不会派政府官员参加明年2月开幕的北京冬奥会，但是运动员仍可参加。一些国家表示对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的做法感到担忧。德国结束为期16年的默克尔执政时代，开启3党联合执政新纪元。由默克尔原来的副手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欧拉夫·肖尔茨与德国绿党和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所谓红绿灯交通灯联合政府各就各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表示，俄方当天召回美方，抗议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在黑海水域上空不断升级的军事活动，危及民航安全。扎哈罗娃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方已于12月8日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抗议照会，对此类鲁莽行为的危险后果发出警告。社交媒体 Instagram 推出一系列新功能，以确保青少年使用平台时更加安全。这些新功能是 Instagram 的负责人即将出席国会听证之前推出。平台将在推荐内容方面更加谨慎地推荐内容给青少年浏览。平台也将关注青少年浏览 Instagram 的时间。据报道，印度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在坠机事故中身亡。印度空军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比平拉瓦特、他的妻子马杜丽卡拉瓦特和机上其他11人在事故中不幸遇难。据报道，这架载有拉瓦特及其妻子在内的14人的军用直升机是在米泰尔纳德邦坠毁的。俄罗斯联盟 MS-20 号飞船搭载日本太空游客前泽友作和他的助理平野洋三于莫斯科时间12月8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诺尔升空。前泽将在国际空间站逗留约12天，20日返回。为期12天的旅行预计耗资2000万至4000万美元。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解释澳大利亚的外交抵制决定时表示，澳大利亚一直向中国提出发生在东突厥散的侵犯人权行为和许多其他问题，我们会很乐意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接受这些机会。在英国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上，约翰逊首相被问及鉴于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英国是否会抵制北京奥运会。他说，政府将毫不犹豫地提出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担忧。